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伊禁食40日暝，后来就枵了。迄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伊讲：你若是上帝的后生，会当吩咐这石头变作食物。耶稣却回答讲：经上记咧讲，人活着毋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喙内所出的一切话。魔鬼就带伊进了圣殿，叫伊徛伫殿顶上，对伊讲：你若是上帝的后生，会当跳落去，因为经上记咧主要为你吩咐伊的使者，用手脱掉你，免得你的脚碰伫石头顶。耶稣对伊讲：经上阁记咧讲，毋通试探主你的上帝。魔鬼阁带伊上了一座上悬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甲万国的荣华拢指互伊看，对伊讲：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将这一切拢赐互你。耶稣讲：撒旦，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咧讲，当拜主你的上帝，但爱侍奉伊。自安尼，魔鬼离了耶稣，有天使来侍候伊。耶稣听见约翰落了监狱，就退到加利利去，后阁离开拿撒勒，往加百农去，就住伫遐。迄地方靠海，伫西布伦甲拿弗他利的边界上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讲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。迄坐伫黑暗内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就坐伫死荫之地人有光发现照着因。对迄时候，耶稣就传起道来，讲天国近了，恁应当悔改。耶稣伫加利利海边行路，看见兄弟两人，就是迄称呼彼得的西门，甲伊兄弟安德烈，伫海边拍网，因本是掠鱼的。耶稣对因讲：来，跟对我，我要叫恁得人如得鱼同款。因就立刻下了网，跟对了伊，对迄边往前行，佮看见兄弟两人，就是西比泰的后生雅各，甲伊的兄弟约翰，当因的老爸西比泰伫船顶捕网，耶稣就招呼因，因立刻下了船，别了老爸，跟对了耶稣。耶稣行遍加利利，伫各会堂教示人，传天国的福音。伊伫百姓逐样的平静，伊的名声就传遍了利亚。迄边的人将一切害病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的，甲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半身不遂的，拢带来遐。耶稣就治好因。迄阵有真侪人对加利利、迪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对伊。